我会，因为我平常其实蛮容易感冒的，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那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嘛，我就想说应该要减少出入医院的机会，所以施打这个流感疫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会，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可以减少我那个得流感的机会。新营卫生所来说，他以前可能早上只有打200个人左右，那今年就超过了300个人。好，所以其实 COVID-19 的疫情对我们这次流感施打有很大的影响。去施打，因为是进到医疗院所里面去，所以你还是要带健保卡，然后还要做好基本的防疫措施，譬如说，你要戴口罩啊，然后如果你是发烧的个案的话，就不建议你这个时候去施打。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公费流感疫苗开打喽！今年由于 COVID-19 疫情的影响，民众接种踊跃。你是首波接种对象吗？今年公费流感疫苗的实施对象有9大族群，包括满6个月以上至国小入学前幼儿、国小至高中职学生、50岁以上成人及孕妇等等。除了学生在校园集体接种外，其余对象可携带健保卡至地方卫生所及特约诊所施打。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卫生局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卫生局长徐林。现在公费流感疫苗已经开打了。今年因为 COVID-19 肺炎的流行，所以我们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施打的对象扩大为9个族群。第一个族群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第二个族群是6个月以上至学龄前的儿童，第三个族群是小学1年级、国中、高中职至五专3年级的学生。第4个族群是我们一些有慢性疾病、有高风险，那包含 BMI 30以上，然后一些罕病，还有重大伤病者。那第5个是我们的一些长照养护的受照顾者及专业的照顾的人。然后第6个是幼儿园的照顾者，还有他的专业人员。第7个是我们的医师人员及卫生防疫者。那第8个是我们的畜畜业及动物防疫者。那第9项是我们孕妇及家里有6个月以下的幼儿的父母亲。那这次施打疫苗，它实际上是一个减毒疫苗，所以有些人打完之后可能会有类似感冒的情形，然后会有局部红肿，这些都不用担心。另外，在施打前，我们的医师会评估，如果你本身有发烧还是有病症的情况下，这是不建议施打的。那在施打的场所，学生会集体到学校去施打。那一般民众在公费疫苗方面，你可以拿着健保卡至37所的卫生所及372间的特约医疗院所去施打。那这个372间的特约医疗院所，在我们卫生局的网站上都可以查询。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议员陈怡丁表示，为伫北区西门路过去的当地书百货是真侪台南人的共同记忆。毋过伫结束营业将近20档，却一直无法度来改建，一直到5档前由南山人寿来开发，但毋知影什么原因，一坑阁是几啊档。现在听到业者要变更设计。议员建议经发局爱定期来追踪，望伫2023年会用来完工。赶快，因为这个地方其实东帝士对很多台南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青春的记忆哈，所以我想很多人在这个地方都有很多的回忆。那怎么样让这个地方，而且对地方的发展来讲也非常重要。那个过去是最热闹的地方，然后因为它的没落也造成附近都有一些很大的影响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时间点上哈，我想这个那局长这边可以透露说是未来可能是什么厂商会进入吗？是跟预售报告哈。那目前因为开发商的部分有跟我们来做沟通，他对于商城啦、电影院这个部分，他目前都有在做进行积极的招商。是。那我们其实也是因为说他们在这个招商过程中跟我们在讨论那个建筑图说，所以我们才请我们的建管科的同仁也一并就法规的部分跟他们建筑师做一些多方的讨论。另外，有关西门市场的修复计划。进前有卖这摊商向议员来反映，认为修复期间造成摊商未来毋知影何去何从，
对此，议员陈怡丁甲洪玉芳嘛拢建议经发局应该听取地方的意见，多做沟通。很多人到台南，他除了看古迹之外，他也要享受美食。大菜市的美食是其中的一个选项。如果我们把那里都拆掉的话，那我想那个味道就失去了。我们希望说，我们提供给市长做决定，我们提供给文资学者做决定的时候，能够把当地的声音表达出来。因为大菜市是代表一个老台南、旧台南的一个精神，唔通甲阮台南人，因为咱即摆主政者足多，内涵都唔是住伫台南市的，他们对台南市的感情，让我们觉得没有那么深，那会很遗憾。我们保留这个城市的精神，也要把它那些原来的东西要留下来。希望是不是在保有旧有文化里面，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可能。是啊。这些的保护，我们有把摊商部分的分类跟现在的建筑师做阵来做讨论。那么拜托先大家介绍或者地方的设计。伊的装潢无符合咱的标准，咱会当甲伊要求啊，甚至于是说有些东西，我们请他们来配合我们，让我们整个景观是让全台湾或者是说到台南来旅游的外国观光客，也都能够爱上台南，喜欢上台南。另外，有关明年开放的美国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议员林美燕嘛为咱市的饲猪业者来请命，包括如何保障国产猪肉的介绍、改善饲猪的环境，以及辅导转型等。对此，农业局长回应，目前农委会拢有因应的对策甲办法，包括猪价稳定，嘛有一套的启动机制。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市府的工局长期关心民众找头路的安全问题，为了加强少年朋友对求职方便甲就业稳输的正确观念，特别甲网络知名的创作者维腾合作，推出2部的宣传影片，针对求职可能会拄到的无合法的状况，亲像爱先购买公司的产品，或者是到毋是公司的所在来面试等等，透过轻松趣味的方式，让少年朋友会使伫找头路的时阵保护家己。大家都鼓励我们年轻人能够无缝接轨，就是马上做就业的部分。但是咱年轻者他可能会比较没有经验，咱如何解决这样的一个求职防骗，一定要帮他当然做分享的部分。尤其但是很多诈骗集团，他的手法常常在变。他认为伪山伪水啦，他谈的条件都很优质，他被爱当爱塞，所以我们就呼吁年轻人一定要特别注意。有这感觉讲薪水真悬呢，还是讲要相关套的资料不应该给予伊的，就要注意。还有会甲你问讲你有要结婚无啊？你的性别倾向，这个都是不准许的。所以今天我们拜托维腾来帮我们代言。今天选举我们长荣大学大众传播系的学生来分享创作更好的部分，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宣导提醒我们青年学子能够注意相关求职要注意的事项能够这样的一个共同认识之后，会当讲在台南共同打拼，那这样一个求职就会赢能够就业前提大。为了加强宣传的效果，劳工局也特别到中央大学来举办宣导会，并邀请维腾来分享伊的故事。现场维腾也正式签署求职防骗的宣言，成为代言人。受到邀约的时候就蛮开心的，因为自己本来就台南人，然后在一些台南打工过程，其实经验也是有蛮多甘苦谈的。那其实在近几年都有感受到说，其实在环境有在变好，只是需要一个比如说大众的管道，像我们现在在做自媒体的样子，可以让大家知道。那也是希望可以用一些比较简单的剧情，然后让大家知道说，有一些面试的时候，像我自己以前在面试的时候，也被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啊，说比如说18岁去面试，然后就问你说你什么时候结婚啊那样的问题，其实当时的时候还会傻傻回答说这些问题该怎么去表达，可是现在还想说，其实你18岁或者是不管你现在是38岁或18岁，被问到这些隐私的问题，其实都是应该被尊重的，而不是说我是回答不管是或不是。像尤其是女孩子也很容易被问到说，那你几岁要结婚？因为很多工作上的考量就是，如果女孩子一结婚或是有小孩的话，她其实会很不方便。那其实这样的
就业环境其实有点不公平的。那希望可以就是用我们自己本身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跟大家讲说，你在就业的时候其实应该以专业为主，而不是用私人的角度来看待或是面谈这样子。会中中央大学大众传播系的学生也特别演出一段求职安全宣导的小短剧，展现少年人的创意。劳工局也提醒，如果有任何甲求职相关的问题，拢会使找劳工局来询问。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社区共餐结合社区关怀甲长照服务，伫各地拢有突破性的模式推出。南台科技大学执行市府卫生局109年社区健康营造计划，伫台南市南区文南里举办银发共餐分享会，结合校内高龄福祉服务室、餐饮管理室以及台南市食安专家、中央厨房等，针对银发长者营养需求，设计出一道道健康好食料理。银发老人需要上面呢，有时候需要软一点的啦，需要蛋白质多一点啦，来预防肌少症、营养不良或者是衰弱症。那还有就是老人家的牙齿的问题呢，可能需要更适口性，要提升一点。那所以呢，我们就结合了南台的高龄福祉服务系来着重营养的这一块，然后我们结合餐旅系的师生，然后把这个美食创意料理，包括今天示范的这个西式的菜单，也把它拿出来，让大家知道说原来共餐可以这么样的有变化。那还有就是因为现行共餐呢，系统上面有一些社区是自己的志工自己做，非常的辛苦，那也可能沦于就是有时候人力不够的一些窘境。我们希望说现在社会上有一些做学校午餐的一些 HACCP 厨房，可以邀请他们一起进来提供银发共餐。那这样的话呢，可以照顾更多的社区。好看又够好食料理，嘛互现场社区长辈拢学到家的特质。里长跟我们讲说，叫我们来参加这个银发族共餐，让我的小孩很放心，有人陪伴，又可以来做运动，可以活久久。觉得两餐点口味怎么样？很棒，很好。透过银发共餐分享会举办，照顾到社区长辈健康，再互议员蔡小辉以及当地里长陈清泉拢相当的感谢。很谢谢我们南台科技大学的彭教授彭博士，特别选择我们南区来做一个他那个共餐的一个实验。那也希望说老人在共餐的当中能够吃出快乐，也能够吃出健康。所以它的热量的分配是有专业性的去分配。那我们很谢谢南台科技大学在我们文南里这个长者共餐的方向能够做得那么的好。这位南台科技大学彭教授呢，他要搁做官方的，互咱的长者会当食到更加好的一寡餐，较健康的餐。所以呢，足感谢咱迄个彭教授，搁咱大家来参加呢。这日伫文南里活动中心举办的银发共餐分享会，虽然是唯一一场，不过南台科技大学高龄福祉服务系副教授彭巧珍表示，若是对到银发共餐相关议题有兴趣的社区，嘛欢迎向伊联系。文南特区长者共餐，赞！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好，谢谢。以艺术构筑文字，雕刻生活美学，剪出生命精彩。台南爱读册将邀您一起以美的角度阅读生活，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住伫台南市南区的林瑞李奶奶，今年已经105岁。伊的翁婿伫30外冬进行过生了后，独立养育囡仔大汉。现在虽然开始有失智的现象，但犹原会记得当初翁婿上班的所在，也就是现在200岁。华山基金会特别选择伊10月10日生日进前，邀请李奶奶以及华山服务的长辈，做伙来到200岁，为伊庆生，留下美好回忆。讲好。今天那
么多人帮你过生日，快不快乐？今天快不快乐？快不快乐？快乐，快乐。不快乐。华山基金会呢，长期服务长辈，那其实也有服务那个仁瑞的长辈哈。那今天正好就是李奶奶呀，她105岁的生日。然后呢，李奶奶她就是有提到说，她有点怀念她老公以前在自研总厂工作时候的状况，所以呢，我们就趁着她生日10月10号之前呢，就带她来回味她以前跟丈夫的一些生活的种种。那今天呢，就是邀请了来宾义工，然后一起来林百货帮李奶奶庆生。那很感谢大家一起来支持这个活动。华山基金会伫大台南地区总共成立39个爱心天使站，服务超过2600位适龄、失智、失医的长辈，提供年济关怀、陪同就医、物资协助、社会参与等服务。基金会嘛欢迎有偌济善心人士或者是团体，会当做伙加入关怀孤老的行列。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嘉义高中知名的舞蹈班，为了向民众展示因学习的成果，成立到现在每一年拢会举办巡回演出，配合美感教育，积极走访各地来表演，希望让更较侪民众看到舞蹈的水。7号下午，舞蹈班也正式展开巡演，第一站就伫学校内进行演出，精彩的表演拢让学生看了非常的认真。这一次呢，会有4个场次的演出，除了校内场之外，10月15号是在园林演艺厅，那11月3号是在高雄的大东文化中心，11月5号会回到我们的主场，就是台南文化中心。佳琪高中的舞蹈班历史其实非常的悠久，从设立到现在，目前已经是第31个年头。那在培育我们国内的舞蹈人才的部分，一直都有很卓越的表现，包括过去的毕业生有一些呢，他们在各艺术大学任教，那也有人呢，后来走入了这个肢体调整，或者是呢这个舞蹈艺术治疗的这个领域。那能够呢，长期的耕耘在这个舞蹈的领域当中，我想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为了要提升，就是佳琪的孩子们对舞蹈艺术演出的这样子的一个热情，所以我们会特别加演这一个校内场。那在这一次的舞展当中，我们邀请到很多的国内知名的编舞家来帮我们进行相关的这个编舞，诚挚的欢迎我们社会各界都能够来观赏我们第29届佳琪高中的这个舞蹈班的毕业巡演。除了这个巡回演出，嘉义高中舞蹈班的学生也将要伫国庆的时阵，甲纸风车剧团共同来演出。校长也邀请民众用行动来支持学生。这一次我们佳琪高中的舞蹈班应台南市文化局的邀请，在这一次我们2020国庆烟火在台南的部分，跟纸风车剧团一起有2个舞马的演出。那特别就是由高1跟高2的同学，总共呢有35名同学在10月10号国庆烟火在恋爱广场的主场上面，也会同时在纸风车的剧团的演出当中看到佳琪高中的舞蹈班演出2个舞马。那希望就是呢也能够带给我们国庆烟火一个不一样的视觉飨宴。那非常的欢迎大家也到国庆烟火的这个主场来支持我们佳琪高中的舞蹈班的演出。这届演出也突破了过去的舞蹈形式甲风格，展现了丰富多样的表演。巡回演出也将要伫10月15号伫园林来登场，11月3号伫高雄，最后11月5号转来到台南。喜爱欣赏舞蹈表演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场精彩的演出。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
彩的舞蹈表演后，为记者会揭开序幕。今年拄好是文化中心36周年的馆庆，为了甲市民朋友共同庆祝这个充满意义的时期，文化中心今年以着36季目不转睛为主题，规划一系列的演出甲展览，有高达70场的活动，同时也串联东区甲林德区的艺文空间，邀请民众来共同为文化中心庆祝。我觉得这可能是历年来馆庆最丰富最丰富的一年啊，非常的丰富，真的可能应该要租到文化中心来。如果你有在看表演的朋友啦，哈，这个10月从什么时候开始？10月1号开始，到这个11月30号，我觉得这个真的每个礼拜都应该要到文化中心来，因为每一场的演出呢，都是重磅的演出，而且都非常的精彩哦，所以一场都不能错过的这个演出。那今年呢，希望这个可以串联这个文化中心周遭的这些的馆舍哦，那可以创造仁东艺文特区廊道、仁东艺文廊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这也是呼应我们黄伟哲黄市长他的这个政见，然后跟对我们文化局的期许，所以我们特别在馆庆的时间呢，推动这个仁东艺文廊道的规划，那希望可以把从巴克里公园到这个石鼓奇美啊这边家具博物馆，这个可以整个把它串成一个仁东艺文廊道。未来呢，大家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文特区啊。这届文化局也邀请杨家璇老师担任策展人，甲4位艺术家运用无同的材质，伫文化中心周边打造大型的装置艺术，并以低度探测为主题，打造一个升级的艺术空间。我们想说，这次的展览是在文化中心这个场域，那所以文化中心对我们来说，应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文，然后在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性的场域，所以我们就用精神性来做一个切入。所以在现场呢，就是可以看到一些突然有很多庞然大物突然降临在文化中心，突然觉得这个场域有点变得超现实，有点不真实这样。那也是呼应这个整个36周年馆庆啊，我们这个作品呢，也都是用木头这个谐音去做邀请艺术家来做一个创造这样。除了剧场甲展览空间有侪活动以外，文化中心也将要伫户外的空间甲巴克里公园举办户外的共演，将会有10组无同风格的团队带来各种的演出。为期2个月的庆祝活动，市民朋友嘛千万错过。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